Hello，Hello，朋友，嚟，準時開波係啦，準時開直播。今日狀態唔好啊，有邊個入嚟先睇下？誒，看誰中頭獎啊，進來啊！給電話我，e-wallet 給你。二發298個8。哎呀，今天又來啦，看乜嘢啊？買個 call，1 call Alex Lee， 嗨，給電話我e-wallet送回給你們，每個人二發啦，唔係2898個8啦，二發兩個8，咩？298都 OK 啦，298啊 ，Jackie， 阿胖，阿哥，晚上好，榮啊，榮要嚟話，錢柏林 ，QQ 分輝俊，黃之講哈，我老友，我好朋友，鄧廉雍，哇，好準時啊！你話 Jennifer 真麗花 Jennifer， 我攞台線叫音叫 Jennifer， 哈 Jennifer， 李晶，你別笑我李晶，我那天前天講了，李晶已經行車咗，喂，你整個李晶嚟嚇我，你不如即係李姨咪好。即係李姨啊、陳錦棠啊、張寶、張飄萍啊、鄭錦昌啊，仲有邊個？郭炳堅，我相信你唔敢咁大膽啊嘛。Actually， 明時間嘢啊 ，OK 啊，今日狀態唔好啊，寫咧，咁因為一早咧就走去 Steer Walk 嗰度有一單工程，我講咗做裝修嘅，Andy 做裝修，要買好多嗰啲新 upgrade 嗰啲好先進嗰啲儀器錄音又話要錄到好似 Peter Chong， 要錄到好似黃明志啊、王力宏啊、林子祥啊、阿 Lam 啊，仲有邊個張學友啊，我錄唔到啊，要我細佬就得噶。我細佬啊，即係又讚一讚佢，又冇俾到紅包我食巴骨嗲，12點去到 Stella Walk 嗰度睇2-3個鐘啊！其實今日食牛扒嘅唔係今日噶，你唔好以為可以堂食啊！阿楊爆係以前噶左少軒，但係呢個姚少軒、左少軒係以前嘅MCO 之前我自己鋸扒，叫一杯啤酒，真係人生難得自己鋸下扒啊！而家咁嘅時勢，我幫你講，幾十歲人啊，你想去食乜嘢，你食飲酒飲。但係如果你可以戒煙，又戒唔好，冇燒煙啦。想做咩你去做，係嘛？30幾歲啊，難得啊！你千陽彩羅月灣 ，OK， 熱戰得來啦，減黃止黃啊！佛樣太冷啊，咪鑑啊見得錯鑑都要歡啊，咪鑑而行咁咪冇，2年前 set 得炮啊！9條石嗰個啊，減黃啊，一路嚟啊，即係金黃之王，真係犀利咯！舊年唔敢買咯，點解？我聽講佢蝕得好多錢喎。我跟你講啊，減黃，同人講10萬泰條子稍稍，20-30錢，相干。佢減寫200-300錢落去啊！你咪減啫嘛，銀會餐啊，一年餐幾多錢？結果仆街啦，記得
仆街咯。你哋記得啊？你記得冇？啾啾，這啾啾窮苦的啾啾什麼啊？我不知道。啾啾啊 ，JJPTR， 啾啾貧苦人。而且我哋講啦 ，JJPTR 翻譯我哋客家話，雜雜半啲類，聽冇？唔先係講 Jennifer， 好像冇葉啊 Jennifer。你講演咗貪咩？貪埋咗一句，係嘛？這啲開玩笑。嗱，好像已經買 Bitcoin 嘅啦，3萬幾條每件一粒啊，一粒。見到香港我掉2萬幾啊，2萬幾而家蝕到1萬，誒，開玩笑1萬啲每件唔掂嘛？美金啊，朋友吃飽了今年。好了，邵延勇 ，N 个面 ，N 个啤酒，味道最好。啊，亮眼了，享受 N 个啤酒 ，N 个啤酒，味道最好，享受 N 个啤酒。30年前我唱，阿李都唱過你。N 個啤酒，味道最好，享受 N 個啤酒。所以我哋走碼頭嗰陣時咧，每間戲院咧嗰個歌台未開始嗰陣時咧，我哋喺後台嗰度 stand by 出場等佢打廣告。啊，佢一放 N 個啤酒咧，我做司儀噶嘛，揸住支咪 N 個啤酒。味道不好，請喝卡斯伯。味道不好，請喝卡斯伯。開玩笑，唔到10分鐘個經理落嚟啊！誰唱的？誰唱的啊？你賠了廣告錢了？啊他媽的，你們這樣會改詞啊？啊，人家1年給我幾多是錢的廣告費，你把它改了 N 個啤酒味道不好，請喝卡斯伯。哇 ，TMD 啊 ，TMD 啊 ，TMD， 他媽的，所以有時啊。當局者迷，知冇？我點知道？哇！咁大件事啊！喂，乜搞笑啊！哎啦，sorry 啊，今天講話多點。李東來，哎，快來啊！哇，好夾1000啊！來，炒米腸，哎，大家好啊！大家好，救普通人，有重點啦，喲，唔是講啦，人數嘅救普通人，JJPTR， 雜半啲淚，但係冇錢我知講，哇，有錢捱都搏多少啊嘛 ，Amy 啊嘛 ，Amy 哥，嗱 ，Amy 咧，好多我仔都係 Amy 啊，介紹下子 ，Amy。那間南房老闆啊，阿間老婆係叫 Amy，龍基一隻財姑咧，要聽到龍基要掛一隻 Amy， 還有以前辦法同一隻鬥照妹，要聽到咩 Amy 啊，所以啊，呢個英文名啊容易記啊 ，Anchorman 青發亮飛星旺 EK 莊 ，Anchorman 係咪？冚唪唥乜嘢？應該邊冚唪太舒服。OK， 誒，大家飲下酒真喂。喂，我老友咧，喂，飲啤酒喂。來請就啦。OK， 正式講嘢，開波啦喂。今日 MCO 幾多個傳染呢？3585，我靈感一嚟啊！哇！6點35分，快啲落注，全打包住12包，包1扣錢啫，得2邊啫喎，得萬能啊同埋多1扣錢，如果中頭標就1000，二標2000，二標1000，三標500，隨便中佢啦，3585、5835，係冇8553、3558，12打唔中就唔中啦。
真係種嘅番薯真係冇辦法，輸少當贏啦。琴晚攞啲紅包啊，講個好消息俾你聽啊！琴晚攞個紅包係300幾，前日300幾，我本身我200幾，快出去加張 Metro 揾個高佬啊，4九樓雞生嚟就 iPad 喎，iPad 喎，結果咧 set 咗成晚夜，入唔到個直播，我聽日攞翻咩換？搞佬，你貓揸唔啲啊，側膊唔多角啊！聽嗰啲前廿老婆同佢講，廿老婆講，好啊，收過一台，好啊，本嚟請技巧啊，乜嘢800啫啊！原來便宜嘛好貨，搞佬入來啦，你本身入來啊，搞佬，哪係8橋錢呢？意和的，都見啦，都唔晒你邊係橋錢，啊靚啊嘛靚，MCO 係乜嘅意思咧？我記得法國度，而家法國都 MCO 啊，真係好熱鬧啊！你知冇 ？MCO 一翻譯正式翻譯馬拉話叫做 MCO， Mau Campur Orang MCO 啊！你侵呢啲啊，侵嗰啲啊，去拜神啊，去祈禱啊，去北塞啊，逼啊買生果啊，嗱呢個就係 MCO 啦，MCO 嚇。啊！嗰個名單唔要喐咗，要 jam 佢阿亮，一刀你和平亮一刀你知咧，就填喺度咧，然之後喪嘅喂，1200幾隻冇健康容易啊，收下自己講，收下自己講，啊！人哋整啲 jam 佢喎，肉令河唔有肉啊，Mau cari orang, memang cari, mau campur 啊！我啲慘人㗎 MCO，OK SOP， bahkan SOP 咧，semua orang pergi lah 咧，去公園啊，去 shopping 啊，去游水，去打波踢波啊，SOP 啱冇？唉，真係邊有翻譯到啊！一隻山果，然之後攞起身，然之後孖係嚇，講下古仔這樣子，好快啊！有沒有？沒有睡到午覺啊，沒有睡到懶覺，真的。你看馬哈爹為什麼這樣老啊？老當益壯，他每一到1點一定睡到2點，然後4點睡到5點，一定要睡2次。偷懶的懶啊，懶覺，不是騙你的。我每一次5點到6點一定要睡。今天為了這個，誰夠攞你個 iPad？ 你阿媽爺阿爺個 pad 啊，你老婆個 pad 真係，你老婆咩燕燕嘅 pad， 你個 pad 教到啊，又叫我女嚟整唔到，整咗2個鐘頭，叫我新抱嚟整咗1個鐘頭，又整唔到，隔山打牛去揾阿喪都冇辦法，而家就 iPad 係過時嘅，九樓要個後假貨過時 update 都 update 唔到啊！開玩笑，聽話一條潛嘢，而走啲出嚟同佢講啊，冇等你老婆出嚟，而家老婆咧生埋同佢講，生到粒令嘅，咁奇怪都換咗嘅，嗰啲人名唔要走，但係嗰藍色字會出嚟，收個晚上好。乜嘅意思啊？葉旺日啊，行 ，OK 啊，嗱，姨媽嘅啊，名揚千威倉，葉乜照真沙生，我咪幫你講嗰日我喺巴塞馬拉買一罐黑蒜28蚊，喺印度都好多人食㗎，話可以預防 COVID-19 啊，武漢啊、山東啊食生啊，我買啊，朝5萬1粒，夜晚未食，而家食，但係食咗唔好幫人傾偈喎，但係冇咁臭嘅，呢個冇咁臭嘅，好奇怪㗎，因為佢發酵啊，發喺60熱啊。
到90熱，而發燒亦變無色啦，好似箭豬組咁啊，黑色。Jimmy MCO 係啦 ，MCO mau campur orang， 啊，sorry 啊 ，excuse me，debut 咯，都有安，李克正、明峰、李建華，嚟有冇挑戰？利建華，我一生中咧就識到一個姓利嘅，呢個我唔識佢，但係佢識我啊，利建華。呢個姓利嘅咧，20幾年前喺香港過嚟呢個山水影視咧做呢個導師嘅呢個訓練班嘅老師，叫做黎永石，好多人知道噶。李永石好嚴啊！佢對學生真係好嚴嘅，好多都驚佢嘅。但係咧，個個一聽佢有個女喎，竟然都冇相干啊！阿李 Sir 你好，李 Sir 有乜茶未啊？李 Sir 食咗飯未啊？你知嘅個女叫咩？李智啊，荔枝啊，誒，像給那個咩名啊？咁出名都忘記咗嗰條矮仔。做黃飛鴻嗰個寫到咁有名都咩名咗啊？阿文，真係唔知咩名咗喎，成路路咧，我話唔知有乜，我只係有一罐啫嘛，嚇，叫咩名啊？李連杰，嫁俾李連杰，就係李永石嘅女，哇！熱料啊，靚到啊！你一睇佢，你唔使睇佢面啊，你睇佢前邊就得噶啦。所以我哋男人一睇女人咧，我係咁啊，一睇啊波大唔大，話知靚唔靚嚇？哇，好勁啊！好勁啊！李永石嘅女嚇，而家唔知生咗1-2個，啊都係仲係咁靚啊！哦，鬼腳唔係鬼腳出邊係李連杰啫嚇。嗰陣時我都好崇拜呢個勵志嘅，你知做幾套戲啊，我都好中意睇嘅。尤其是佢有一套影片喺度搓嗰個麵粉啊，哇！咁搓咁樣搓，哇！咩叫做波頭孔肉啊？波頭熊肉啊！哇！波頭孔湧啫，哇！真係睇到啲醉真係是嗰陣時後生嘛，見到豬乸咧當吊禪嗰陣時。好啦，3585買大又開咩？我都睇咗嘛，之後燒啦，呢個要開啊，打電話來咯，收個2秒鐘啊，係幾多鐘啊？做 SOP 嘅，CK 亮，CK，哎呀，咁快就走咗。嗱，CK 係我哋木瓜園嘅一個大廚，3個星期冇去木瓜園。我哋而家木瓜園唔同嗰啲㗎，越南妹嗰啲啊，完全冇㗎。啊，其實嗰係魚塘嚟嘅，係我安啫，因為有一棵木瓜。啊，我哋周時一入門咧，就係有啲摘咗咧，我就係摸下，誒幾時又輪到我摘，即係唔輪到我。好啦，司機好耐冇去啦 ，OK， 係啦，仲有講咩？冇嘢講。我睇今日到7-5隻你唱歌，做1個鐘就好啦。有睇報紙冇？喺檳城咧有一個單親家庭，單親媽媽，一個閻王，閻狗王，一個屋企4姊妹用一個iPhone 嚟上網讀書，真係有啲人福在之中不知福，有啲人痛苦都冇人知道。
其實我諗到啊，我想做多咗慈善，我又唔係話搏出位，我真係好多嗰啲 iPhone 啊 ，iPhone 4、5、6幾隻掉喺嗰度，喺櫃桶嗰度嚇 ，iPhone 7冇啦，7冇 ，iPhone 真係有幾隻啊！我真係想攞出嚟俾你睇下，呢賣俾人哋高佬都唔愛，收個嚟睇吧，多光嘢啊！呀，我係收住咯，定係攞去拍戲都好啊！啊，拍嗰啲短片啊，我一睇手機啊，我成日搞手機，我老婆成日睇手機，成日睇手機啊！哇，又睇靚女，佢一捉咗我個 iPhone， 一掉馬車度，哇！或者係掉落坑渠，你話咧幾爽？道具嚟噶嘛，冇用啊！一講到呢個手機，我又睇到個新聞，真係笑到阿叔啊！有兩公婆一個老婆咧，有一日咧就睇到佢老公嘅手機有一張相，哇！同一個女仔好鬼靚喺海邊嗰度喎，即刻啦！無名火起3000丈啊！馬上入去廚房攞菜刀，要劈佢老公嚟啫喎！哇！佢老公冇事，咩事？有事慢慢講。有錢嚟你要小心啊！喺低隻海邊。結果佢老公睇下手機睇下，哎呀！人亡，真係人亡人救我。原來呢個相咧，20幾年前佢幫佢老婆喺嗰個拔地啊影嘅，嗰陣時佢老婆好鬼靚，20幾年前嘛，啱冇？嗰陣時身材十足靚到林青霞，而家20幾年前後咧，十足嘅心殿下，連佢老婆都唔認到佢自己啦。你話啦，慘冇？你話係咪？啱冇？啊，老婆女人唔保好兒路，幫你講啊，所以女人要 keep 下，嘛？真係要 keep 下嘅，冇夠笑，又笑啦。嗱，點解你老公要出邊咧？就係自己冇 keep 到嘛，但係唔係個個咁嘅。我好忠心嘅，我都唔出門咧。MCO 我邊有出過門？你問我老婆，我直情2個禮拜都唔出門啊，叫我飲酒，我都唔愛去啊，幾好仔啊我，掌聲鼓勵。我自從電話公開咗咧，哇！一日最少都8個到10個電話，收過而忘記係咩？10幾年咯，我睇到前日係昆我萬人都忘記嘅10幾年，阿你識啱嘛？你識可能講啱嘛？10幾年我都唔要講回想咩，我哋又唔記仇嘅人嘅，係冇？10幾年有啲仲好笑啊！首個唔知係賣人咩，而貪出咩？香係貪得出都厲害咯，扎生係貪得出，係嘛？而講啱嘛？貪生貪得出喎，興咗而講啱嘛？冇理由貪得出啦，除非係張學友啦，你打來啊！生我係張學友啊！你好啊，大家好，晚上好啊！我記得係張學友噶啦，係嘛？基本係還要走啊嘢喎，如果係前次我同志講，要放個 WhatsApp 嚟，收個我一同志，我咩啊？佢放咩出嚟？我哋講，哎呀，做奶妹，係咩？做奶妹係一同志嚟。而記得嘛？而7、8歲時，阿乜啊，帶住過馬岔路啊，去別節有去讀書誒，然後去咁翻邊切咧，而忘記啊，喺咁位置來誒，係太公兒，見他笑起來要氣喎，真係，佢係莊玉賢，一聽出來啊，莊玉賢，阿嫂，我拜，我係帶埋阿媽送介比例妖茅菜，我去阿媽生日，我帶阿媽去妖茅菜。唉，佢都唔知係痛苦，係走離送嘅比例啦嘛，係出嚟差唔多社會40幾年啦，其實對唔住阿同志，唔係標誌同志啊，同志即係講
且講糖漬種好甜嘅咩鹹漬，糖漬咧鴨白嘅，係嘛？鴨白嘅樓梯啊，熟白啊，哇！前日好淺啊！面通嚟1450，1450撈，一世唔發。睇下興到我哋嗰啲廣府人啊，一睇到數字咧，一世唔刷，一世唔刷，再嚟死啦！一世唔發，快啲跳咗去，跳一世四發啊！呢個 OK， 一世四發。廣府人對呢個數字真係好敏感啊，尤其是阿叔啊，買架車嗰度嘅車牌咧，買咗成3年4年，真係冇開過啊！奇怪，你知唔知號碼？8273啊！呢架車就係白天鵝嗰個傻佬買舊車啊，賣得傻佬同阿潛家嗰陣時漢德艾國好流行噶嘛，食嘅咧潛家邊人 OK， 天嘢灑嚟咯，幾靚啊架車，馬上啊，好似嗰陣時都買10幾千啊，平靚正幾威水啊，揸個漢德艾國翻咁幫啊，個睇哇哎呀，收佢咧你話，車牌係咩咧？8273，點解唔好？你自己猜下點？8273，唔知咧。十幾年前啊，喺沙登有一個風水講座啊，嗰陣時風水大師黃之明嘛，我老友嚟嘅，我係做司儀，我話講啦，喂，師傅黃之明，我呢個幾年冇開過，計哨哥，你好揀唔揀呢4個號碼？82就係拜二，73就係出山，拜二出山邊度會開嘢？如果希望呢樣嘢，邊件啫降中海人哋8出山，拜二出山喎，哎呀，8373咧都唔得，拜3出山，84又唔得，拜4出山，拜5出山，拜6出山，8773咧？即係禮拜出山咯，搏嘢啫啦。結果咧，一口氣真係賣咗佢，好邪啊，邪到啊！千祈呢度記住啊，仲有1366都唔可以買啊，一生勞碌唔可以買。仲有後來我換一架車喎，Benz 啊，哇！你阿爺幾威，然之後金色嘅。8887，我自己諗下呢個號碼 OK 噶嘛，全打啦4打，係咪？結果都冇開喎。後來人哋講，唔係人哋講嘅，係佢老婆講，係咧，阿修哥，唔係佢叫我爸爸，呢個8887啊，本來我唔知道嘅。我買一架車俾佢係布朗薩加，係3個字係987，你買俾我咧987，即係搞笨柒，你自己咧就笨柒，你話係咪？你話係咪？你問我女阿 Kim，你話係咪？搞笨柒喎！如果2個9咧，你搞笨柒。1458一世唔發，咧廣府人對呢個數字真係冇嘅符啫。係啦，8388很 OK，8388我冇事啊，8388沒事啊，你邊號碼嚟講嚇？887咯嚇，2335生二發 OK。我個屋主啊，Uncle Sam，佢嘅車牌全部生2發，有冇搞漏？Uncle Sam
生意法啊嘛，哇2間工廠就有2間鋪，3間工廠啊，1間 store， 生意法，佢嘅仔又生意法，佢又生意法，我話個個都生意法啊！佢個女唔係，佢個女4條路嘅，因為佢個女好怕啲食嘛，就識，家先阿回叫佢結婚咯。720 ，OK， 720咧呢個號碼咧，你睇萬字咧，720咧係做愛啊，做愛啊，性交720。點解我知道咧？以前個樂隊啊係紅星樂隊，以前未有樂隊嘅，仆街啦！我幾兄弟養豬啦嘛，都冇又唔識養，哦，人哋擠嗰啲肥肉劑，我哋又唔識，結果奀嘅豬都攞去賣60幾斤，人哋100幾斤嘅，冇錢。誒，有一日咧，我二佬佢唔要入嚟噶啦，退休咗，係咩？佢同佢講，前啲人阿呢個佢發懵豆愛做愛的事情喎，哇！飲啖水先，一早起身就睇個萬字標，睇誒切伊蘭喎，切伊蘭，嗱乜嘢懵到，我呀，係咯，幾多擺？100啫，100咩？買切伊蘭啦，聽乜啦 ？OK， 金寫2橋3橋。海豆呢表中咗2000幾橋，還3000橋，可射了！哇，可射了！就是哇，溫拿幾威水啊！蓮花樂隊咩隊？喂，我們也去組織 band， 就快啲去獅市街嗰度咩和發，哇！買3支吉他，一套鑼，1、2、3支吉他，1套鑼鼓，一個 organ， 嗰陣時好平啊！仲未組織買吉他咧，我二佬講，我哋幾兄弟都冇車，買台車坐先，去買台車去半山班大灣戲院隔離嗰度2手車，哇！呢個Toyota Crown OK 喎，好平喎，2200啫喎，平靚正喎 ，OK。啱啱買車有同學嚟啊！喂，有個啥靚到痹啊！結咗架，我有人都冇雞收邊嘅啊！收埋同日老同學啊 ，OK， 出嚟揸咗啲黐啊嘅嘛，掟埋嗰啲，幫我喺景業轉喎 ，OK， 景業轉大晚搖啊，唔知喺時喺綠色橋啊 ，OK， 轉。從88轉啲Bukit Beranduk你啊，Bukit Horahut呢，一轉可以冒喺40橋搖啊！嗰陣時，哇！我睇到講，喂，有冇搞錯啊？再轉幾條冇都唔叫搖咯喎！結果啲咩口唔開咯，大檔20橋轉呢幾條唔播 ，sorry 啦，朋友唔開啦，唔開咧9289人縮咧喂，寫啲9289又係冇開過。所以買一套啦，哇！萬一粗口咧，炒絲完啊知咧，呀！結果咧，真係練到嘅，佢兄弟隻音樂天才，係嘛？一先係打 rhythm， 我個睇落最睇就一隻好厲害啊！睇落張冠霖打 bass， 嘣即係笨柒咯，至於人家呢排兵都慘扮嘅照晒嘅，試都唔照，因為佢副村莊嚟啦，佢照顧完村員啊嘛，喺度煮出來啊，都唔知一跌咗呢，結果都贏到你爸壞了，我們張家損失2個大將，第一個是我爸爸，第二個我大哥，唉，好似我料啊！乜雞試茶爛雞啊，都爛撐啊！講起蹦七，我的弟弟，哇！我弟弟真係有點天才喎，他打 lead 啊，好似白天鵝個主音咁啊，lead 全靠佢噶。
如果佢唔打，我哋唔知道咩歌嘅啦嚇。好似頭嗰隻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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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屌啊，幾屌！我哋就仲係就聽住人家說，迄件唔屌，我哋唔有業咩啊？所以全交幾得屌，我哋就業打鼓嘅啦，係我哋嘅表弟嚟嘅，即係我阿姑個仔。我姑仔10歲，我教佢打鼓，好犀利啊！10歲、11歲出場啊，喺遊藝場嗰度，我教佢打一首歌叫做《青春鼓王》。我是個爵士鼓手，一個發了電的鼓手。哇，幾吃香喺遊藝場嗰度，晚晚都點《青春鼓王》嘅花名佢《青春鼓王》，其實佢姓温嘅，叫温明康。而家細個啊，就離鄉別井去美國，好大膽啊！去美國，走美國2、3條友走美國，又係 band 啊，喺美國打 band， 犀利啊！我呢個表弟啦，去到美國咧，前妻做碌架床正喎佢，因為佢大佬咧，佢大佬喺吉隆坡呢度賣嗰啲 cassette 啊 cassette 嚇，佢叫佢大佬寄啲 cassette 過去嚇。講到佢大佬上2個月又離開我哋 Peter Woon， 好啦，哎呀挨摸1分鐘，挨摸1秒鐘3秒鐘喝酒啦 Peter Woon， 好啦，言歸正傳，寄好多劇色過嚟喺美國嗰度擺地攤賺到錢喎，賺到錢。茅生600要海茅，真係賺到錢。賺到錢之後咧，喺個唐人街啊開一間唱片店，又賺到。對面又開一間，後邊街又開，總共頭尾你要買唱片咧就買到佢噶啦。你話犀利冇？我呢個細佬真係犀利。一樣呢個高佬係 Metro 仔啊，呢度開小金，嗰度華為又係佢嘅，入邊嗰個 Vivo 又係佢嘅，哇！嗰個咩嘢話佢犀利啊！真係呢個高佬真係犀利啊！聽下揾你啊，你阿爺啊，我攞俾你睇下。講到一鑊泡就係呢隻啊，搞佬做嘅直播唔到嘅，而講啊，某一放聲咧尋日攞到紅包專登去買啊，平靚正嘅話，本來賣1300嘅，賣俾你800好啦，而家80蚊我都唔愛啊！高佬出嚟啦，有本事有憑有據。阿文嘅話，阿文一拆嘅話，自己一拆嘅話冇衝過啦。阿倉天出阿倉咧，倉練貨阿倉啊！講起往事，真係好犀利。結果賺到錢啦，賺到好多錢。但搞漏，等下聽下香港電話啫。Hello， 呀 ，Hello， Anna， 做直播啊，現在啊，做直播。哦，佢知道刪咗添。OK， 我呢個。哎呀，叫入嚟呢度同我傾佢咪得咯，啱冇 ？Robert Ted，OK 叻。回水，高啦 ，Hello， 小聲，沒有，我在做直播啦，不要講，我笑聲啊，哦，這個是嗎？為什麼？
有啊，掌声有没有？掌声有没有？哎，你有听到掌声吗？有啊，有吗？有吗？做人家听到你没有听到？笑声。哦 ，sorry 啊，刷咗啊。哎呀，没有助手的关系吧？是咯，是咯。Hello，呀拜，Hello，啊，现在有没有？Hello，现在有没有？没有啊？为什么呢？哈？掌声。没有吗？朋友，还是追了？没有追。OK， 看这个有没有？枪声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冇啊！冇就企的三怪，我的，诶，是喎，真係飲醉咗喎！喂，講成晚夜嗰條線都冇插落去，大佬！唉，所以，唉呀，講成晚夜嗰條，一條東西收卡都冇插落去，唉，賤呢搏太冷，搏有太冷，搏太冷，嚟。呀爺啊，現在有沒有？快啲講，快啲講有冇嘅啦？教練都唔，哎呀，現在有啊，現在有啦，哇，現在有 ，OK， 哎，那小子已經 ，All right， 唔係啦，頭先搞個 iPad 搞到亂晒大龍咧，高到俾高佬害到嘅。哎，2003的一場雪，比以往時候來得更晚一些。衝過，琴晚我幫你講啊，有一個鬥技唔係鬥技啊，20歲，冇諗到幾十年之後，白天鵝佢都中意。我再介紹白天鵝咧，大家睇到冇？企喺拉尾最高嗰個啊，溫拿頭嗰就我瘦瘦，好似鴉片先咁白粉仔。企我隔離後邊矮矮嗰個咧，佢就 Ricky。阿 Ricky 咧就娶個台灣婆嘅，佢係咪翻喺台灣我唔知。如果係就好啦，因為台灣好安全嘛嚇。如果係馬來西亞我唔掂啦。嗱，你隔離嗰兩個就唔掂啦。一個打 lift 嘅後邊嗰個 Alex， 前面嗰個 Jimmy， 兩個落打麻雀啊，兩個唔夠卡，跟住我前面嗰個打鼓佬要落去蹬腳，啱啱3卡麻雀。而講啦，拍片我想當年啊，好啦，衝過拍片我樂隊係啊，前一拍片我啊，三個冇錯。拍片我，哦，尋日我講係英文嚟嘅 White Swan 就係鵝天鵝，白天鵝。嚟，音樂。唱歌啦喂，說法啫。
對都通街知道咗，通街知道咗，唔識話你傻。行運成個馬來西亞啦，香港又去咗。大人或是細佬哥，知道到白天鵝，個個齊心，個個合作，揾到銀紙咧，個個係好拖。平時練習咪錯過，真金不怕紅爐火。大眾唱支歌，稱讚白天鵝。係佢啦！搏命啊！搏命擦係咯！白天鵝樂隊通街都知道咗，喂，通街知道咗，都唔識話你傻。行運成個馬來西亞啦，香港又去咗。大人或是細佬哥，嗱知道白天鵝，嗱個個齊心，個個合作，揾到女人啊，個個係好多。平時連七位錯過，真金都不怕紅爐火。大眾唱支歌，稱讚白天鵝。掌聲過嚟！大家抄下睇呢個 Facebook 嗰個後生仔係邊個嚟啊？聯絡我。個齊心，個個合作，揾到契家婆啦，個個係好拖。平時練習咪錯過，真金都不怕紅爐火。大眾唱支歌，稱讚白天鵝。有啦喂，多謝你哋指點。B星，你們好 ，Jackie Chong、David Tam、王浩峰，哎呀 ，Kevin、王浩峰、阿峰 ，Thank you， 霍面峰。如果大家抄到呢個後生仔咧，幾好嘅。或者佢整多兩首白天鵝嘅歌嚟，嗬，搏命擦我係我寫嘅歌詞，但係幾十年，嗬，咖喱林布、家良、劉家良、Alice、馬來王、馬來都係唱歌，馳名了嚟，一唱啦，一學啦。白天鵝真的好厲害啊，相當嘅往事只能回味，啱冇？我真係唔知今日冇做到功課啫嘛！我一翻嚟就整個 iPad 搞到一天啊！人都想做蛇形刁手，認真唔知醜，想做蛇形刁手，學到兩度就去打交，打爆頭要包，又一定要報仇，又話唔驚老頭啊，驚更頭，社會嘅蛇形刁手點樣守？我寫嘅嗰陣時成龍出咩？蛇形刁手寫蛇形刁手啊！一出咩醉拳，呂洞賓醉酒醍醐力千斤，漢鐘離跌撲抱情兜心頂，韓湘子拳出新繇醉吹簫，張果老跌撲唔係張果老。醉酒拋杯踢連環，鐵拐李係乜鬼嘢啊？忘記咗啊！真係漢鐘離跌撲抱情兜心頂啊！何仙姑啊！喂，何仙姑係女人嚟喎，係喎，何仙姑教我呢個音聽下。何仙姑拳出。何仙姑
拳出新瑤。唔係啊，忘記咗呢個何仙姑。何仙何仙姑咩？何仙姑含羞敬酒獻佛手。掌聲過嚟喂，好笑咧，好笑啊！又叫我講 e-wallet， 你自動啊嘛，成日講 e-wallet， 我俾我女鬧啊，成日查啲 e-wallet， 好似螺絲啦樣啊 ，e-wallet 咩螺絲佬咧？喺度燒情蒸流，而家請人先叉燒包，請人先攞米芥，請人先白骨地收收女啫嘛，啱冇？其實後咧，其實有啲藝人喺香港人嚟講，藝人係大眾乞衣嚟嘅，係真嘅。我都承認我係大眾乞衣啦，我都乞到600幾蚊，話知你，做老千啦，好過做皇帝。有本事今日，Andy， 如果我再唱你個大龍鳳，你再嚟啊，1 2發發，1 2發發發，128溝8角8，唔錯啊！點解我會寫到呢個大龍鳳？人我契仔啊，契啊，一生一倉，按辦啲寫廣告講，見到阿 K 啦，我裝肉乾，要裝肉乾，你咪同阿 B， 你咪同阿連肉乾 B， 結當肉乾出杯，阿林明記和奶爺龍記係有乜嘅原真香咪香咪桂香，和奶飲冇上過啦，我爺奶都來哦，如果我爺奶來結識人啊，如果人家老婆去買肉乾啊，買咗啦，老公做咩和奶爺肉乾都冇咩一樣嘅？我一睇個包裝顏色啊、白燈啊，都咪一樣，就個字掉翻住掉字啊、挑絲啊。而家和奶爺嘅我爺奶啊，梗係唔同啦。一款錢一款貨，佢漏酒牌啦嘛，啱冇？Raymond 講啱冇？嘿 ，Raymond。OK， 嗱，講到肉乾呢一行嘢咧。以前我哋布基蘭督啊，養咗幾十年豬啊，每一日啊出幾百堂羅呢嗰啲豬，全部或者吉隆坡啊，或者巴沙，或者邊度，全個馬來西亞運到晒。養豬係最 top 嘅嗰陣時，養到豬咧，嗱肉乾咧又係我哋嗰度布基蘭督嗰度做個肉乾，布基蘭有一檔臨記，好出名嘅，哇！據我所知啦，做肉乾我契仔講啦，全部啊成噸咁出去嘅。你睇入面包裝一樣噶嘛？如果冇招牌嗰啲咧，用 plastic 包住咧，真空咧就係布基蘭督啦。所以咧，佢要買又買幾百斤自己包裝喎。即係咩招牌啊？大龍鳳，唔通唔大龍鳳六國大封相啊？個名咁鬼長，叫我寫廣告我點寫？和奶爺我來呀，肉乾頂呱呱幾好，阿龍基而家試一試，呢個和奶啊點樣？唔係，我一龍呢個大龍鳳點樣？佢話大龍鳳再試一試咧，你更加中意。大佬啊，你叫講乜寫炒冷飯都唔係咁炒，大龍鳳肉乾再試一試喎，哇，更加會中意啊！你改人哋2句啊，就係你噶，大佬唔好搞我啊！你唔要面啫，我都要名噶嘛，大佬幾十年。好啦，我幫你度橋，大龍鳳，一諗到以前嗰個大曲，叮當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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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嗰啲大曲啊，一出場仲一改，大龍鳳肉乾食咗包你爽，你睇度橋一下都話度到啊！大龍個肉都大龍，咩送禮要隆重，肉乾大龍鳳。
佢又話：契爺，我而家 MCO 我唔過得你啦，我第日我攞啲肉乾，如果打廣告啊，我本錢幾多，你賣幾多，我俾你賺。咁有錢我賺嘅，但我契仔嘅錢你冇賺啫，賺得幾多？我一場 show 都4000蚊，又係喎，喂，成年都冇歌唱，賺少少，息嘅，加啲補貼啊，好啊，有乜走先？邦曲2月36啊，萬次，喂，唱一首歌就1個鐘頭，你話幾好？呢個直播，其實我直播係為咗拉時間。呢個 Facebook 2個禮拜限我唔知8個鐘頭，一定要超過8個鐘頭。而家我得冚唪唥仲要75%先可以啊！聽日休息做唔到啫，冇本事做。我唔似人哋喎，唱20首歌，20首咪唱晒咯。下來為你介紹月亮代表我的情，一些咯啊，什麼啊，我唔得嘅喎。我一定爭取實了。咩叫棟篤笑？唔講呢度會笑咩？嗱，白天鵝樂隊都通通知道咗。而家嘅 MCO， 呢個疫情之下，我幫你講，好似我哋呢啲娛樂界仆晒街，做小販嘅又一樣。所以有8個字：貧者更貧，富者更富。無女仆街嗰啲更加仆街，有女嗰啲咧更加有錢。點解嗰啲窮人小販啊都唔可以開檔？啱冇？而家就話可以開到10點，以前開到8點，10點都冇用啦，鬼出嚟咩？係咪？嗰啲北塞啊，又係咁，開到12點。嗰啲富人家唔同喎，喺屋企嗰度太霸照 whisky Hennessy Royal Salute 啊！全部慢慢移，慢慢攤，然後錢省錢，買股票，炒股票，啱冇？現在人冇變嘅啦，結絲嘅啦，娛樂死晒啦，係啦，唉，冇辦法啦，疫情之下，唱歌 OK， 我答應你唱歌啦，好笑，遲間覺得冇笑，麻木啊點啊？麻木啊！最後聽起兒唔夾貓聽咩？係啊，我當係一首歌，謝謝聽我睇，係上先而家謝謝聽我睇。琴晚夜好多版權嘅，所以 Facebook 睇唔到我啊。你要去 YouTube 那邊啊 ，YouTube 比較網開一面嘅地方 ，Facebook 不可以，不要開玩笑。Facebook 衝喺個演製個又來，Oh my God！ 換條歌了，灌醉不可以唱，警告我了啊！這個可以啊，但是我找，這個很令好笑的歌，很令好笑的，不知在哪裡？我看一下，三安冇錯 ，OK， 三安冇錯。OK， 我找音樂啊，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唱這首歌，味道嘛，有些人聽過了，但再重唱一次啊，也是很冷爽的，很高冷爽。我是大肚來的，我是做外公的大肚 DA 大肚 DADUK 大肚。Edwin 好，嘉良劉嘉良。中國 OK 來了，味道，辛曉琪的版權，什麼煙草味道？這個版權是大公司啊，好像 EMI 還是滾石的，我不知道的。哎，所以我自己亂彈一下 ，OK， 不要給人家知道我有唱這首歌。音樂 ，please。哎 ，no，
有助手，没有助手是讲啦，白天我寄过嚟嘅。榴莲的味道实在太好，沙龙都当掉来吃个饱。但外国的鬼佬嗅到它就晕倒。臭豆的味道吃来很好，小便是臭的呀不得了。如果你要接吻，要用多点牙膏。你要知道，你虽然有洗澡，却没有用肥皂，匆忙换了件底裤，却没时间去换奶罩。你外表穿得好，身上却发出汗臭味道。每个人一闻到就想跑。你敢相信啊，榴莲？臭豆腐臭的呀不得了，却有人讨厌，有人嗜好。一天不吃到它，就一夜睡不着。臭狐的人自己不知道，身边的人可就受不了。女人若有臭狐，张少林也拥抱。你要知道，你3天不洗澡，又没有用肥皂，匆忙换了件底裤，却没时间来换奶罩。你外表穿得好，身上却发出汗臭味道。阿亮，你闻到就想跑。走啦喂！I can't hear 嘅麥對做到11點，冇地方去。哦，而家係街東可以搞啊，條三文魚啊，解凍咗，喺個山上咧煎一煎起，我啲話沙比，哇，熱料一流啊！我哋講好嘆咧，連雪。唔係公雪花，唔係香港公雪花、林雪花。Andy 唱收講，頭先話邊個問我電話，我都講唔，我女鬧我好市儈，我都冇講啊！我電話好容易記返0193387076，冷一叫33877076，空一九338707啦，01938387076啊。0193387076 Andy 唱毛主席啊，毛生我以為之後唱毛主席啊。我會唱啊，團結團結就是力量，團結團結就是力量，團結團結就是力量，團結就是力量，團結緊啊，團結緊，我們大家一條心，我們永遠跟，哎呀，不可以唱啊，你阿爺呢？嗰日喺邊度一個餐廳啊，黐個毛主席當堂拆咗啊！大佬33877076係啦，冇，唔係3條衫，邊度咁多衫？338唔係3338，梗係入唔到我嘅衣窩力㗎啦！真的不可以唱，很敏感的東西，對不對？
不过那间店已经开了4年了，连上去4年了。他没有宣传什么毛主席的，他宣传的毛血旺啊、毛泽东想吃的东西啊、豆腐啊什么一大堆，唔得，冇办法啦。哎，sorry，哎，冇啦，不要听啦 ，sorry，不要听，不好听，不好听，连我讲话全部听到了。少哥，我进了200块给你了，知道吗？是不是这样好？那既然不可以唱毛主席的歌，我唱一首。我跟你讲啊，全马来西亚没有人要唱，我唱20多年了，全部是电台不可以播的禁歌，禁歌禁，電台禁啫，出邊嘅唔禁你嘅啊。龍建飛，江美的龍建飛聯名，哦，我講俾你聽。以前係抗戰時候嗰啲歌，哎，你現在年輕人都不會聽，你超過50歲，50歲的可能不會啊，60歲，這首歌叫做《熱血》，熱血的熱血抗戰歌曲，來回味一下。放音樂啊，不要亂，又放了那首音樂 ，OK。掌聲鼓勵。誰願意做奴隸？誰願意做馬牛？人道的烽火已傳遍整個的歐洲，我們為着我愛平等自由，願付任何的代價，甚至我們的頭顱，我們的熱血，博爾河水的奔流，願敵人的火焰勝過可憐生不當年的猛獸，血勝利就是我們的，我們毫無緣由。瞧吧，黑暗快要走了，光明已經射到古羅馬的城頭。瞧吧，黑暗快要走了，光明已經射到古羅馬的城頭，古羅馬的城頭。哼，哈哈，好嘢咧！誰願意做奴隸？誰願意做馬牛？啊，發來了！人道的烽火又傳遍整個的歐洲，我們為着博愛平等自由，願付任何的代價，甚至阿叔投入我們的熱血，博爾河水的奔流，願敵人的火焰勝過可憐生不當年的猛獸，血勝利就是我們的，我們毫無緣由。瞧吧，疫情快要走了，光明已經射到古羅馬的城頭。瞧吧，疫情快要散了，光明已經射到吉隆坡的城頭，馬來西亞的城頭。哈哈哈哈哈！疫情快要走了，但是我们的丹慈力挪移山都没有力了。哎，好心劝你们，你们又MCO 就mana pergi campur orang， 他也累了，是松嘎布，曾经在松嘎布住过一个是挪移山，我站过他了，现在想站他，我也没有力了。啊，这个疫情几时散，我那里懂，所以我懂到啊，是我懂。我做卫生部长了，我做国防部长了，对吧？首相都不敢啊，首相华人那给做，
還是老母做啊？你老母做啦，冇要丁嘛？咪你老母咩？冇油丁，冇油丁，冇要釘。唉，包青，你把那紅包俾嚟，包青天係會創啊？咪嚟？按班嚟講點創包青天啊？有本事放太陽出來，有本事啊！大白鯊樂隊隊上嚟啦！哎呀，今天紅星樂隊沒有了之後，那時候沒有本錢嘛，沒有本錢，又沒有 amplifier。那時候權力還沒有出名啊，權力還沒有在吉隆坡，張力好出名嘅張力，你知冇？喺宋家碧，識做 amplifier， 少哥，我 support 你們 ，OK。你要什麼 amplifier 我都有，我吉他你們有了咯，我 sponsor 你 amplifier， 還有大衣，哎呦，那時候除了結婚有租人家大衣了，本身那裡有穿過大衣的，每個人一套，爽到要死啊！因為接到一場 show 嘛，那場 show 是香港很多人來的，林青霞、張艾嘉。很多，哎呦，真的很多了，我忘記了，这太多了。那时候在 Merdeka Stadium， 我明天把相片找出来 ，OK？ 你不要说我扯大炮，啊，你走后没有人会，你这首歌我真的有唱过的朋友。你走後，沒有人能代替你。哇，老媽，這首英文歌改了。你知道什麼英文歌嗎 ？Still Loving You。秦漢有來，對，張艾嘉，哎呀，這一下想不起。你走後，沒有人能代替你。It is time to win back your love again. I will be there. I will be there. 自從你走後，我日夜想起你，一時想不起，沒有人能代替你。我自己沒高興這首歌。我在立峰自己關了木有釘 ，OK， 我明天去練這首歌。啊，明天沒有 ，sorry， 明天休息啊，啥都試啊，做落去，啊，有冇就這樣？你講我唱廣告，剛才我在唱什麼東西去啊？沒有啊，我唱了熱血。600分，請唱一點給你聽。你消費確係夠笨，警察追到你失魂。成晚日七。小屁人一起嗰陣點樣？真係人到你會發暈。你老豆小豆死問，你個衰仔嚟話有功唔做就燒白粉。哎，我沒有抽過白粉，真的沒有。你講那個抽啊，幹架，我真係試過，試啫嘛，試一試我唔中意嗰陣時，你之後邊度試喎？嗰時麗峰入邊有班樂隊係馬來人嘅，激嚟嘅咩名嘅 Stories 啊 ，Stories， 有個打過印度人，好唱廣告啊，佢唱咗係到我噶，高音嘅，我還有稍微啲嘅 high 啊 ，you don't know 啊 ，I'm this one 啊 ，what is this？You don't know 咩 ？This one 啊，幹架，咁點解？
哦，呢度甘蔗啊，麥雞甘蔗，我干到甘蔗，甘蔗，誒，甘蔗，誒 ，try little bit，佢唔係攞去食嘅啲，哇，又叻到去死喎！一支煙仔啊，攞少少嗰啲煙灰出嚟，煙，拿多出嚟，你入翻去，跟住咧嗰啲煙草又入翻去中間嗰度，誒 ，give me try。Tak ada dah. No rasa. Kuat sikit, kuat sikit. Kuat, kuat. Mau ah. Tak ada rasa. Engkau 5 分鐘. Weh, apa goyang-goyang. Saya kena kuat-kuat lah. 1 kali kuat baru 2, 3 kali. Mesti ni macam lah. 我幫你講啊，我聽講啊，張學友唱歌佢都要搞少少，唔係佢唱幾十首歌演唱會一晚夜，梗係有景廣㗎呢個。好似我咁樣今晚夜係咪有景廣？做2個鐘頭，享受荒謬喜酒。我又唔同啊，唔使錢啊，1年到頭嚇 sponsor 噶嘛。我唱廣告嗰個好似肉乾咁樣和拉嘢，成年都唔使錢，唱鞋廣告。年年都攞鞋，今年唔敢攞啫。嚟啦喂，睇下先啊。20千你會唔會買啊？係20咩嚟嘅？靚仔，俾我20千買近渣，買咁渣係得嘅啦。你傻嘅，禿片嘅東西唔得教嘅，啊！如果太極咩？做嚟中間近渣，而家泰國近渣嘅葉可以擺靚啊！我都想，如果我搬咗我走去泰國試下啲近渣水，馬來西亞當割當水，揸公交，條龍通到去試啊！點靚嗬？靚嗱你唔敢先，你昨晚我唱男兒當自強。馬上阿爽講要中黃咳，哎，嚴照過，哎，福建過，我們阿爽啊，水淹咗嚟蒼毛，要去辦劇，啊，客家歌有2相依咩？哦，要哦，元旦歌。好嘅先出落片，唔曉似，人人講雲燈好似，阿婆安啲來下老夫記，眼前佢唔會離。這首2相依雕花30橋，你覺得誒？而且玩捱啊嘛，趁我病攞我命咯，啱嘛？嚟唱繁嘢先得冇，先俾10橋，聽嗰比唱客家歌20橋，啊！而講爹嚟都唱 ，Jack Lee 啊，阿孫琪。而講爹 ，OK， 2相依西北高音。這首歌我聽黃清源唱的。晚風起，夕陽的柳搖曳，徘徊在花影柳柳，誰兩相依？晴空萬里，北雁向南飛，穿過了花樓溪，早已知道因相惜，得有好音息。魏汉文就是這樣咯，我唱王千不像，反而像魏漢文。
两相依，两相依，只有在睡梦里，水长流，一去不回头。就像我俩的爱情，一发不能收，生生世世到永久。看那江河水长流，浪滔滔，岁月悠悠，仆街啊！有水就好了，这冇水，冇水，冇水，可爱的马。其实我很喜欢可爱的马，又不可以放音乐，这音乐又是人家版权。我上次放这个，你是英勇的马蒂，第一次可以，第二次每个跟住我，这个也模仿我那么，你是英勇马蒂，结果这首歌死了，通天了。哦，原来是别人版权，所以頭一個係天才，冚唪唥跟住我呢個蠢材嚟嘅。誒，我知道邊個唱我唔可以講啦，係咪？頭啖湯我食咗，你又食我口水尾，shit 真係，哎呀，真係歌壇咩搞彎晒真係，嗬？拉二胡，拉姑姑，拉二胡，拉二胡 ，Andy 唱，可愛的嘛。唱兩句給你聽，你馬聲都叫唔到，有冇馬？你是英勇的神驹，陪我的奔驰千萬里。不怕生活艱苦，不怕道路崎岖。你为我历经险和险，你为我终身效过你啊！虽然今天失去你，也不会把你忘记。我永远都在怀念你。我每次怀念你，一直要我唱这首歌了，因为这首歌我选给李一唱的嘛，唱不到1年就死掉了。这我选给他唱的，百天的伴奏，他唱的真太好哦。那时候几多人去合音后面了，每个珍珠都合音，你知道吗 ？Jimmy 啦 ，Alex 啦，我啦，謝玲玲啦，邱清怡啦，在後面啦，咪鬼炸咁咪，驚死人聽唔到佢聲咁喎。我都冇辦法啦，我係製作人啊，俾你威下啦。真的很多合音啊，你聽下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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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Jimmy 編曲啊，一流啊！哦 ，Charlie Woon， Charlie Woon 在美國嘛？喂，現在幾點咯？晚上早上了咯 ，Charlie 美國小心啊！我跟你講啦，那個川普啊，不是人來的啦，川富窿呀，搞我啊，人家拜登都唔錯啊，拜登，川普梗係狂啦，佢喺財團啊嘛，見到海灘啊，啲海灘全部去行啊，別墅啊，高爾夫球場啊，他那個今天要把名譽掃地，遺臭萬年，有個朋友獻名嚟嘅，他把人獻名嚟啊，阿發啊，謝光哥，報告新聞啊嘛，每件啊。川普老婆，佢兩個字喎，看，唔對路啊，佢老婆
佢哋冇做啲醫生咩跑咩醫生啊？喺度審嘅，就去醫院，一看嘢唔對路，曉嘢係原來係 A 片嚟啊！好彩冇同阿妹子看，川普老婆好靚，我家人嘢有啲東西冇獻俾我，為老不尊，搞壞子孫，上梁不正下梁歪啊，中梁不正啊，倒下來了。係想講西門不正倒下來，係咁講。啊，少哥晚上好，今晚上過得很爽，少唱歌，多講話，亂放屁。10點半了。家裡要小心，不要出門。我不知道你住在哪裡了，我知道你的店在紐約，可是你家不在紐約，我知道。啊，拉斯維加可能是啦。好 ，now，講古仔，講乜古仔忘記啊？天上人間哦，噔噔噔噔，樹上小鳥啼。飲酒而揸唔掂，銀用都唔做得啦，銀用都唔做得啦，銀用啊講來托西節，鹹啲要講啲，excuse me，黃啲要講啲，其實咧大家都好食，只是唔啦，要滿來滿去，出嚟嚟踩啦，係嘛？阿發覺，喂，加3歲你就78嘅啦，我有生意做。有錢呢個工作佬啊發，唉，毛病係7個啫咧啊 ！Andy 着咧，哦，天上人間，可能係嗰時有忘記佢。I try my best 啊 ，OK， 係乜雞都英文都學唔到 ，I try my best。嗱，一講人 try my best 啊，邊個撐啊？嗱，你唔點買東西來嘛？天上人間就喺邊啊？喂啊？喂 ，hold your horse，OK。I try my best。以前係揸嘅，一同8月出山啊，深圳嘅毛公差，finance 打電話嚟 ，Mr. Chong，you 3 months you no pay 啊。Your car is 8月出山。Yeah. When you come to pay, sir, I try my best. Don't try your best. You must come. 哇，有人係屌 ！Don't try your best 喎。原來係車看到，原來係人用啊。Don't play 啊！而且真好慘啊！揸到一茶要水，8月70，住喺間屋咧，3岔路落來出喺間屋，去睇圖3岔路咧，對換隻眼目，3岔路冇上過門曉閒曉破網過樹啊！而冇睇阿西良同祖房邊嘅，睡到貼地啊兩個家伙。唉，慢這些咪見面，而且真好慘。做開風水嘅問題，係真係有人嘅，冇搞笑，冇搞鬥仔，唔信啊嘛，3岔路兩邊，係嘛？真係唔得喎，佢辦啊，一辦就好死了，馬上揾同辦事，馬死你笨柒，就一起開始。忘起來了，前期啊，3岔路冒出門曉要乜嘅芒果樹，站乜嘢？我要探要芒果喎，哇！佢睇到蘋果芒啲啊，一次前咧，死，結到一條黃媽媽，每日啦火燒到一窒嘅嘛，爬上去，日同阿娘10字推爆一芒果，唉睇粒啊！一班人睇粒，哇！食到爽到死。嚟，銀用唔做得，銀用都唔做得，重送 XYZ 來啦！嚟個紅帽嗰時忘記佢，睇叫我唱。銀用唔做得，銀用唔做得，銀用。
用的讲了脱晒节，好，地市的大家都好食，东好有名毛泽东，西归老有人的黑模式，江南边新加坡，江北张建宋太极，东瓜嘅有王有金石。西瓜嘅粟來也搶石，江南瓜係拍石，而江北瓜嘅白雞石。嗱我江東咧，而江西，嘿，南北東北做在講前期都唔好講西北。江東嘅就是好順風，啊唔，江東嘅前澤富翁。江南斜家要江北，請你往日中車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公司的險記的江西佬。江東非洲人客家佬，公司的險記江西佬。啦啦啦，噔噔噔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冬瓜嘅黃要點食？西瓜嘅粟來也嘅食？打麻雀睇戲，南北風騷則都唔得。江東阿叔江西。南北東北做這個長松啊吊幾邊，江東也就是老順風，江西也做條家富，江南啊自家要江北，人哋話你中車王浩峰 Kevin， 我一個徒弟很喜歡唱這首歌，天上人間，學得飛起，學得哇。嘿，愛江東啊，而江西南北東北做這個前期啊，冇講西北啊。江東也就是好順風，江西也做條家富，江南這個要江北而開，成日還要中車。首歌其實做嚟研究男人嘅錯，千乜一變哦，千乜金變，啲金變啊，啲金變做咩？係用物解哦，啲金變，金變除咗去一個 NASA 賭博，就係前乜都。金邊乜嘢冇啦，柬埔寨啊，咩啊？睇啲係冇錢咯，做咩？好貴哦，佢冇錢，佢冇錢，喺賭博，嚟撈腹肌，噔噔噔，三隻老虎客家歌，鋪路鑊條，鋪路的鑊條，鑊餐餅，鑊餐餅。煮出唔是風油，煮出唔是風油，也暗香，也暗香。三只老虎是施前景唱的，那里是我选歌给他唱。鲁巴，场面没唱过鲁巴呢。好，哈峰对不对？昨晚也不在。还有1000多个人，这个1000多个人是冲着我来的呢。哦，王二峰，我最近你知道也是没有入戏了。哦，你那个卖鱼王，你的第二个师傅王磊又没有叫你去卖鱼。哦，因为你是飞禽形象嘛，他会找你的。你像王磊，哼，你那鸡巴烂叫啦！一个话你会跟刚啊波啊，南怕的我的在击败哇，这样的红起来了，全世界他这个红 MCO 到现在，我这服了他王磊。那天我跟他做联播卖忘不了，他也是那个款，没有办法。
他是讲的口头禅啊，你哪有一直出话出，哎，后来就打马赛克了，烧印了，哦，也是有点教坏子孙。飲酒啊，冇鹽眼多，老妹啊發啊，因為冇做了功課，所以這個話題沒有什麼話題。我跟你講，網頁一條龍，這個版權啊，齊情啊，跟你講啊，你老母較好啊，對啊，你哪有你？客家叫我 ，OK， 做創啊，客家叫我已經冇版權。OK， 往一条路。從前愛你，輕輕地我離開。從前愛忙地淚沖腰，遙渡炊煙，庸庸途中。我22歲那年，真的是飄渡炊煙，不做工啊！從布吉布蘭路去松干布里睡在那個 office 那邊，不要做工。每个人讲我以塞做，不是我都没有钱那时候，啊，偏偏我都不喜欢做工。做工一條蟲，放工一條龍，麻雀通宵，嗌生意來碰，旺財來臨的忙地結，每逢嗌錢時馬表講一種。唔是講愛窮醉到眼蒙蒙，生意過響就把兩條鐘，有淚風流日子裏，唔要閒閒來度來用，仆街羅線日子裏，還現在講好人就痛。人窮時毛裏好陰功，同朋友家裏有詐肚痛。往日一條龍變了可憐蟲，毛裏當隻谷到外條風。往日一條龍變了可憐蟲，毛裏當隻谷到外條風。王國峰你好嗎？王國峰，我就替你擔心啊，有一個王老五，有沒有 partner？ 單創前五番時聽到沒嘿喎，前五及13集1511向天前啊，係呢度衝我哋喎，呢度呢先係冇改過，21點向每前冇點個冇，啊你去沙巴仔寫啦，啊你沙巴仔有實小稍稍識少少扮對，亂改嗰詞，係啊，係種懷疑過，當懷疑嗰樣錯。以前超錢超人樣噶啦，係就講，這個後來超錢後來自家我親自策劃，沒有用張少林，你們不要用啊！而啲你咩改嘛？而佢周傳又過，係攤到蓮貨北速。愛係隻小鳥，想愛飛呀飛唔高，愛親咪咪，簽也婆索麻啫，冇出阿 B 啊 ，OK， 出嚟教士客家歌，好奇怪啊，嗌到跌咧喎，客家歌咩樣寫啊？喺度總結咧。唔同啦，喺度客家唔同，客家百二狀，東國梅煙井上海都鳳啊，係要試煙，係要百碗龍菜，唔同啊！睇聽人哋飛照，講到好淺次啊嘛，啱冇？啊，有錢當然點解坐飛機啊？李東常要來啦，三個同埋貴樓講係貴機啦，而家就世界上啊，曉不人同埋貴樓去，而家世界上去觀嘅呢個世界上嘛，係數一個，而咩7條倉去啊？咩係過去係一雙嘛，而同佢接落去，阿彪係接唔到，係過唔到一關啊！好似魏韓文講，你叫我教唱歌，我過不到這關，我怎麼教人家？我只會抖音，抖到你在那趴啦，對不對？要什麼丹田呼吸啊，什麼腦腔、鼻腔啊、胸腔。魏韓文講得很對。
少哥我也不叫哥，我老婆叫啊，他老婆可以啊，何音一流的尤青，尤青的姐姐尤金，哎，好多姐姐啊，什么尤的，好多尤啊，所以啊远在，哦那时候我不要叫你了，邱青云，我全部改过了，你那句没有用的了啊，少哥你快乖，3个月兵来，我不多2天，我改了，要在沙巴一放工去 hotel， 不要睡觉。佢練到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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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，安排冇安排嗰啲，安排夾夾來，要睇就要試就打呢就也要瞓覺，還要填闊覺，要唔要？佢講嘅要水攰買鹹食攰，雕醬攰乜嘅油炸攰，香牙椒、紅毛椒、番薯椒、呢刀阿叔毛椒都嚟個椒，要辣椒煎呢小腸辣椒，要米椒含那個紅辣椒，還要金馬倫辣椒。你看客家佢真係咁寫口面拍啊嘛，啱嘛？我買魚超來睇好魚潛生菜，黃瓜係滿台，劍馬倫啊包菜，買5啊地拜，挑牙柳陳菜，阿妹魚上愛要潛豉洋菜，凍古兒唔愛，阿婆買乜雞？阿婆買鹹菜。大家嚟試，都冇人拍獎，我猜過你，拍下獎啦，猜。所以咧，一責任即係講包山包海，唔掉拍聽我一個全部係聲啊，後來佢唔愛藝喎，我講佢踢藝出呢點啊，有多少過橋橋班啊，打晒冇和尚，冇乜嘢，係咪出來咯？唔到2人拍聽我。跌晒落去，因為個妹頭唔同嘛，收個妹頭茅菜啊嘛，係嘛？咪試下咧，白天鵝樂隊通街知道咗，都唔識話你傻。幸運情過馬來西亞、香港又去咗，唔知香港啊越南都去過嗰陣時，所以真嘅，哎呀算啦，幾多排斥藝，係咪自家獨立咯？係嘛？你看，其實唔算係蠻屙事啊。還要講包藝添啊！咩包所呢？咩？而家係收扣我啊，燒 Q 啊！早餐人家律師幾多錢？你出帶幾多錢？係收扣你來我公司，我要考慮一下，給個意見我。像我這樣，這個錄音室沒有多錢啊，3-5萬罷了。我的才華值多少錢？啊，你講啊，阿文，我其實 Andy。我女兒，你講多少？你講50萬。哼，你給我500萬差不多。我跟你講啊，100萬我都不要。那是我有100萬，我有100萬，好多咩？一世人着輕鬆。啊，王一飛有去啊，100萬啊！無講無人知，講甲真歹勢，食甲遐尼大漢，仲唔識打飛機？一寫到幾好啊！老實講，但係咧，佢好多年前10幾年前帶呢首歌去台灣啊，死到撲直呢首歌喺台灣。點解？100萬台灣就話10萬，我講得又啱冇？佢唔知道台灣呢，哇！咁細啊！100萬誒，俾嚟阿一飛夠了啊！100萬夠了啊！哼，我食檳榔啊，都唔夠啊！真係你話啦，哼，係咪笑死人咧？食檳榔都唔夠啊！台灣咧食檳榔好犀利嘅啫嘛，我唔係呃你噶，真係犀利嘅。嗰陣時。黃色嘅時候做帶我去台灣去買版權，要幫個老細傾，嗰啲啊，嗰啲沙青啦，沙青麻痹啦，麻痹沙青幾多？3萬，哼，燕王無夠一隻，
槟榔，唉，真係冇辦法真係。人哋台灣製作一首歌都過百萬一首歌啊！唉，馬來西亞做唔到啊！如果你抌100萬做啊，而家講傻閪嚟，很多錢啊，做條歌，記得貴一買嘢東西啊，買低忙個買啊，80萬5百隻，全部唱片鋪執笠，收晒檔，你邊度揾唱片啊？可能新卡拉啦、芙蓉仲有一間啊，啊！而家流行賣手指啊，而家哇，真雅華的頭腦都很厲害，賣那個 USB 啊，賣手指都得啊，入邊50首歌，買你幾鐳？幾十塊不了啦，一碟啊，但係都要賣手指啊，真係手指賣到賣螺油啊！而家講嘅係咩 NT？ 我講咩啊？仲係1556，1555齊頭添，全打4打。客家叫王，蛇喵王 ，please 啊 ，wait a minute， 好難前一字咧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就來回哎，上面有助手就這樣咯，找不到，我的電腦有點壞了，我叫我弟弟來修理，沒有啊，客家叫王 ，OK， 看到，阿 Roy。我一個朋友在松怪龍做眼睛的，可以開檔了。Roy， 我去這個眼鏡，我去加太子啊，北室嗰度。喂，好平啊！喂，藍光啊，乜嘢老花100度、50度，乜度都好啊，一戴落去啊，清清楚楚啊，梗睇到嘅。啊，以前嗰啲掉咗咧，我咪掉以前嗰啲，而家死咯，真係幾多錢啊？18兩副，我兩副18，我買兩副，聽過兩副，養實一副，睇咁都得啦，睇報紙又唔得，嗰度數唔啱啊，啱冇 ？Roy， 係邊個呃我啊？你閒啊？阿 Roy 在松街窿啊，松街窿，他招牌叫什麼去了？Fresh， 唔記得，忘記啦，聽日揾佢嚟啊！客家叫王。唔驚炎有王，風有猛火來闖。捱客家起則叫王，我叫王後喵王唔放，下個喵王標冷汗，衝啊！要跳要衝叫王後方，其他都等到瘋狂，係燒又粥又唔同又燙，令我杯寫到故地春，當要重陽也衝，超驚在重陽堂。半夜每早前杜窗，等等來隔離香港。我日太冷，中夜反水，一早前吹開對炸流，愛衝槍，你睇白風山，踩白風山跳。大眾林春生，嗚呼！Nicky， 大多林春生來了，就是我阿勇嗎 ？Peter Maxman，tonight OK 啊 ？Thank you，Thank you。那是我有700萬，哇 ！Peter John，聽說你今天有700萬哦，大多林春生我介紹了啦，就是在巧克力
宜兰生会那个杨老板，三個打到同人後，究竟唔可以創意，如果創李宗偉啊，係是打到李宗偉，而放連春是吧？嚟講咩責責人放跌落嘅朋友，係是打到連春生，咩唔啱冇？點解打到連冠生係個四條？唔知責責都嚟放咧，係因為猜爆咗，係是打到猜爆強，唔係前啲唔跌啊，係是打到李宗偉係啱啱好嘅，好奇怪啊！下個有下個人嘅痛苦，責責打到一跌咩？跌所以順回來，係嘛？打到林春生，幾兄弟，講到他 NSK， 多麼大件哇！最後收購那個。宋凱龍就很大件啊，真係帶佢發達啊！點解佢發達啊？佢單啊，嗰啲蒜啊，大蒜啊，白色嘅，一條一條嘅，一 container 嚟，一溝錢一條，搶到連兩個馬拉婆啊，離本7角賺3角，一 container 幾十萬條，呢個好賺喎！所以什麼，我不知道怎麼講啊，怎麼講呢？樣樣都 container，因為有幾間 NSK 嘛，一 container 就分啲，叻，好嘢叻。林春生，林春生，上次我生日那張台的錢給了沒有？哦，給了，所以，給了，你進支票給我，沒有啦，現在。MCO， 我先 advance 一下，大豆 advance 可以嗎？真的，我不知道啦，人家慘不慘我不知道，我這很慘。哦，你不要進我的一窩了，幾千塊進不到的，我的戶口啊 ，Public Bank， 聽好來 ，Public Bank 中少林3089289327，很好記的，跟你講，進錢給我，我知道了。3089289327，我對你很熟了。Jack， 我還沒有談好那個，還不行。那都3089289327，等，3089289327，3089289327，睇下幾來100副嘢多咗1500啊 ，OK， 冇笑，真係。但有一日，喺還在乜嘢？或者有乜做太少啊，有爸做太少啊，喺兒啊結婚啊，遲阿奶啊，而邊係1000條，係免費做一場。但如果你給我3000，我免費給你做3場，3場長的啦，2個短的，啊，就是3場大的啊，你的公司啊，你的媽媽做大壽啊，你生日啊，還有短的啊，你的兒子女兒做生日啊，3長2短。3000塊，大都一口價 ，OK，N 30892893 3089289327，叫你老公先綁多少嚟先啊 ？OK 啊，微信裝係咩啊？手指冇用嘅啲行動，大佬周迅 Andy， 我一陣間我幫你講啊。我有叫做咩啊 ？Internet banking 啊，我一查就知道啊。而家入去啊，佢都會 cl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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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ling， 係咪有人入嚟啊 ？Peter， 我的弟弟，我在看張少林。張順輝又來了，大龍鳳肉乾。喂，你們幾兄弟，我的開仔啊！你那個怎麼樣？大龍鳳肉乾，好了，講真的，有個人跟我講，少哥，你先 advance， 等到平靜的時候 ，open 的時候，你就還給他，你先，對不對？先透支一下3000，那都好 ，OK 啊，我帶你做到給你的，做美美。阿楊老闆，盂蘭盛會佢做，而邊係
而家錢唔係嘛？我記得1000都係我做司儀。哎呀，真係揾食艱難。以前我做係幾多？3000啊，湊幾多？3000做咗幾年，結果有人督我背脊，我係岳飛嚟㗎，精忠包括俾人督背脊，人哋攞2000啊，又俾人攞咗啦。唉，真係揾食難。但係1分錢1分貨，容老闆，我一標嘢超過60千，嚇100千，閒閒地200千 ，OK。我喺笨登演達張天師啊，阿興少嗰度啊，嚇阿興少，有一年124萬啊，我都嚇到嗰啲錢點樣嚟啊？喂，120幾萬，報紙都登。阿興少，興少，我大郎啊，先入3000嚟救命啊！我戶口3089289，327，你老婆知道噶啦，因為佢開個積俾我。嗱，阿興少好係點樣？收哥，你盡力幫我揮到盡，我俾個紅包大俾你，我都唔知幾大。寫積嗰陣時又係3000，唔係呢3000係工錢嚟嘅，紅包未寫，叫老婆寫3500紅包，發達啦！但係冇呢支歌唱啦，譯住死晒啦！我都介紹阿趙精寫做司儀㗎，金蟬同往日一粒酸梅兩粒核，而家求神拜佛啊！即係。唔係到你窮途末路嗰陣時咧，唔好講嗰個八達嶺嗰個警長咧，係八達嶺啊！我講咗啊，你唔好偷唔好搶，你揾我，最少1包米幾罐牛奶俾你嘅。我都講招拉有咁嘅好啊！我曾經睇過一套戲啊，謝賢千王之王嚇，好似係唔知咩千王群英會。佢最後啊，佢有一鋪牌，你知冇？嗰個壽大千落注好大啊，幾百萬啊，淨係冇喎。佢諗到個辦法啊，佢老婆汪明荃諗個辦法，好似佢老婆唔使講，四哥，我哋出一封還恩書啊，還恩書啊，寫邊個舊擺？邊個又爭你錢嘅？你俾個錢佢嘅，你救過佢嘅，寫還恩書。結果咧好快啊，唔到1個鐘頭，嗰啲錢砰不落嚟，一開牌5條煙，壽大千啊跳樓死。呢個還恩書係咪好緊要咧？你講，所以今晚夜有唔有還恩嘅人咧？有冇？一定有嘅。記唔知我戶口號碼啫 ？Public Bank， 我而家要大雞唔食細米嗰啲，以往咧1溝2溝啊，都要。司機就係撲擊。Public Bank 30899289，行不改姓，錯不改名，創秀林 CSONGSAULIN。要啊！睇下有邊個可以還恩嘅，多數冇啦。借女唔還嗰啲，還係還，唔還有啲還慢慢還，15年都還唔晒嗰啲，點好咧？冇辦法啦，自己等啊，等到過年前睇點樣，睇下啦。郭碧英幫我合唱過。佢唱廣東，我係唱客家。最後一首歌，我哋瞓啊！李冰唱送玫瑰花咩用呢？等一下我讓我試佢，好試佢。船到橋頭自然切，試到切係跌到，超嚟光人啊嘛！記得點咩好？出去光嘅咯，唱笑，如果咧生死有命，
人講唔識講啦，人家強光嚟啦，唔識講啊！李東來啊，李東來講啊，算啦，啱啦。本來來衣服喺毛褸來，福心啦。好心啦，可憐我呢個盲眼嘅，唔係可憐我呢個仆街嘅張少林啦，真飢餓咯，而萬古寒咧，各位要乜雞，表細劍靚。厮殺一下，邊個好心啦？厮殺了呢個窮人，福心咧更善心，夠苦咧又夠貧，大叫強言講節聲。要先講言要孝報，保佑你哋生兒頭頭日本賺萬金，噔，保佑長年富貴人發他要條表孝做，我自嘆今生不幸。唉，真感激今晚夜入嚟嘅大貴人。阿彌陀佛，多謝各位。忘記放眼藥水，佢唔該你呢個眼鏡，唔俾眼鏡唔好，喺毛風還有嗰些萬寧清劑水。多謝各位，點解真係多謝嘅啊？夾硬要做喺2個鐘頭，定個咪啊休息下啦，氣悶線，氣悶線悶乜嘅都冇用啦，撇得招啊撇抄，70多年代係啊，慢慢看得便宜的，何君為罕乎，還以為你沒有做直播啊，今晚很難做一下的。我跟你講，你現在可以做，他沒有去 check 你的什麼版權。到你有能力收費的時候呢，他就出個黃卡給你，2次黃卡就出紅牌，紅牌你3個月不用上 Facebook 了。所以呢，阿爽跟我講，少哥你小心啲。他哋唔識講，係同 control 有版權咧，你一創西我馬上射人呢嘢，使黑錢人哋話阿爽我使版權，多謝阿爽，多謝阿爽。好多很多人不知道有版權，這個厲害版權在哪裡？所以我講一下版權的東西啊，不是三甲版的哦，他們不知道的。只有我阿爽啊，少哥小心啲，而撈來啊就靠我嘅 Facebook、YouTube， 我講 OK， 阿爽你同我打你個管理啦，28%給你，少哥，我見到變咩？我見到係退休去啊，我的阿爽是做那個病人的阿斯干的嘛，做了20多年了，20多歲做到現在50多歲。我寫了退休，國家每個月給他3-5千塊，一流啊！阿爽在太平家鄉買一間屋子啊，美得不得了啊！以前買好像100千，現在值了300千，裝修要去500多千。少哥，你買得出來太平出，太平冇事啊，太平好靚啊，太平湖、太平七貴條，炒嗰啲好便宜啊，2Q 半3Q。兩邊便宜都係要COVID-19啊，但平錢一時用嚟落去阿爽，
来看阿爽的，他昨晚上的献给我讲什么 ？OK， 好了，现在趁他们要走啊，还有1000多个人，这1000多个人，我相信很多唱歌的在里面，为他们来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条例是这样的 ，Facebook 下来会设下不同的条件。大家一样听的，我跟你讲啊，为什么我不能唱这样的歌？阿婆麦不能唱。第一，可允许所有人使用已注册的歌曲或音乐，但提前是必须注明原创歌曲的资料。意思說，阿婆麥唔錯，原創誰？許冠傑，作曲許冠傑，音樂蓮花樂隊，出品喺香港乜？幾馬家人反你啊！第二，可允許所有人使用和靠視頻廣告獲利，不過一半收穫必須歸給原創者或唱片歌星。你阿爺啊！嗱，你講你用嘅音樂可以，但係100蚊你俾50蚊俾佢哋，都值得。衰衰地仲有一半啊！第三，與第二條件相似，為所有盈利必須給原創者或唱片公司。第四，完全禁播和消音，刪掉你的歌。你而家播出嚟，一陣間唔見晒嘅嗰啲音樂啊，空，我的歌一聲空，冚唪唥去咗邊度？俾版權公司斬咗。死都唔知道，死不眼閉啊！我幫你講，再來，後年度啊，再來，這是之前版權協會的條件，即使是翻唱歌曲重編，版權協會也要求有黑白字簽名來證明雙方協議，才能夠註冊成為自己的作品。就好像啊，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啊，不是。味道，我自彈，我彈到了沒有水準，他也沒有去叫我去互相註冊，我真的沒有水準啊！這個呢，他不要我的，那垃圾嚟，我係做咩？鬼會唱啊，得張學友識唱，所以味道沒有問題。再跟你講，各位朋友，音樂不是免費的，做首音樂。叫人娶個老婆啊，你要身家給他，賀禮給他要給他多少啊？嫁妝幾多啊？俾外父幾多？開玩笑，一首歌不是免費的，一首歌曲的誕生，這左首歌背後集結了多方創意和構思，以及整個音樂產業鏈，這區塊鏈咁啦。如今大家點開 YouTube 可以找到許北多的歌 MV 翻唱視頻，抖音平台大量素人翻唱 cover 歌曲，或許是疑惑。你看，你上 YouTube， 阿少國的前條歌啦，啱嘛？但是我以前沒有註冊哦。現在我要唱也要給錢的，我跟你講。再下來，既然已經侵權，為何上傳視頻者可以安然無恙，不用刪除視頻？答案就是取決於版權擁有者的決定。那個版權，看見你1萬呀，等100多個人聽你唱歌300個。像我要3-5千人，他就來了的。我跟你講，給他再唱啊，唱到3-5千的人才 cut 掉你。所以你不要開玩笑，接住我跟你講啊，沒有刪除視頻不代表合法，他是給你爽一下的，俾你爽下啫。阿爽啱冇？叫你慢慢解釋，俾你過心湯嘅事。為兄弟，你說唔驚死？阿爽幫幾多人養有才？他們還不知道，還一直唱，
可可托海托库，一直唱，不行的。跟你讲，来，私自翻唱或使用他人的原唱歌曲，可以自动视为侵权、侵犯侵犯，而且会酿成很大的危机。轻者不用删除视频，只需取得版权拥有者的许可；重者会遭禁播或删除视频，或者永远判死刑。你的心血付诸东流。所以你一直叫我唱，唱啊唱啊溜啦，嚟水慢慢，免怕冇，收到冇？再这样下去，为保住自己的饭碗和 Facebook 的粉丝主页，建议可以找个人弹奏，请条友喺侧边嗰度嘣切整，但系嗰条友爱唔爱薪水呢？你讲爱唔爱？50蚊嘅爱冇？唔要，系咪？或者比较有水准、安全的，就去找一个地方 studio 来唱，请整班4个人死人乐队中个死，收到冇？大家？所以收過已經冇錯了，我明白收到我哋講，唔係開玩笑。1月1號起嘛 ，Facebook 咧就好嚴 ，YouTube 咧得過斜過，一隻眼開，一隻眼冚俾你過，因為 YouTube 要佢賺廣告嘛，他要賺那廣告 ，YouTube 廣告很厲害的，跟你講，我們的錢就是廣告來的。一个广告一出现啊，应该是有5分6分美金啊，大佬美金啊，5針4、20，兩角一個兩角，10個兩扣，100個20，1000個200，1萬個2000，1億個20萬，王明志整1個人 follower， 你看下，所以王明志大把錢，去台灣不要回來了。去找王力宏，我飘向北方。王力宏都可以請到，有請嗰個黃秋生，我通冚唪唥通，我通咁容易請黃秋生嘛？錢啊嘛，人肉叉燒包，最後咪食人肉叉燒包咯。王明志呢個王明志嘅 MV 真係死咩厲害，我真係服咗佢。我幫佢拍咗幾套電影，都冇錢嘅，得1套有錢啫。頭1套那斯的媽，我炒鬼雕，我炒1分鐘啫，冇錢啊！礦泉水一支，個個都係礦泉水，全部馬來人、印度人、唐人，全部礦泉水一支。我哋 support 佢嘛嗰陣時，靚嘛！一開播影咗，收700幾萬啊！慶功宴每個人2000，三個2000。嗰啲主角唔使講啦，移埋啦，我炒鬼雕1分鐘都唔到攞2000蚊，落嚟嘅唔俾錢我咯喎，阿爺佢我唔知你搞咩鬼，佢可以揾到嗰個500出嚟喎，但係個500係假噶啦，可以揾個日本妹啊，咩Peter Sam 進嚟了 ，Peter 趙，那個上什麼呢？很美的日本妹，他可以請到來拍。有錢能使鬼推磨啊！我驗乜嘅啊？麥硬個射孟結術的佢叫冇驗了，用飛機講冇啊啦！嗱，見到去太同嘅藥材店買一隻高利波 biscuit 啊，90條，你要驗4年冇人知道啊！個乾肉要食晒喎，最緊係乾肉。是啦，聽我要食乾肉。點解我老豆1973年行車？因為佢冇食藥，佢冇補肝，補咩鬼肝啊？以前幾兄弟做工
4溝2溝啊，最高係8溝，所以飲酒好。我食乾肉啊，我食咗10幾年啦。嗰陣時幾多嗰啲菇酥咩嗰啲主食啊，炒菜啊，飲酒啊，華條啊，錦麟泰啊，羅小紅啊，好多，一買就買1箱啊！喂，大佬，唔係一盒啊，1箱。誒，我又睇到阿華條乜雞來啊？乾肉嚟啊嘛，鹽啲咩？咩乾肉？食ปู乾啊嘛，要氣喎！我寫10幾年啦 ，essential E40， 人家寫都唔識捱啊，人家寫，我寫乾肉，我8點咪寫乾肉，唔識切水行茶，真係冤枉人搞喎！呢個當時係有女人，已經識補肉，係啊，冇用啊，人當然開。係嘛？鹽餅照係冇問題嘅，但係鹽餅照嘅都有上幹嘅。我就寫每隻半年咧就，然後做鹽餅照啊，如果俾積啊，覺得你嘅肝少少問題，哦，鹽餅照都有問題啊，你講啊，啲試幹。直照，第二日我同你合唱萬惡人為首，大家係乞食，遲早乞食啊！點解？阿朱，我哋忠忠直直嘛，係咪遲早乞食？你講嚇係咪？唉，點好咧？你講呢個娛樂界，你點樣登報紙都冇人同情你噶，政府唔同情我哋啊，我都想同情你嘅真係。喺度真也話，又上報紙訪問佢，我都唔知點搞。我都係退休，但係退休啊實死嘅喎，老人痴呆症，好似我二佬啊，半退休，成日搖個外孫佬瞓覺，打我佢都唔識咗而家。最緊要退而不休啊！Man， 叫咩 OK 哦？雖然喺一隻 iPad 看到，唔知係咩，人啲咩電眼喐水啊？錢數擺下掛先，萬年青之水，阿靚衰木啦，係嘛？唔喐啊！仲有1200幾個，點解佢哋唔走？冇地方去嘛？係咪？啱嘛？見面 Q。嚟，我幫你講個秘密。我而家醫生幫我講咗嘅，佢呢個醫生好犀利嘅，達面仔啊、黎一、JP 一收過，而咧肝喺麻買事啦，但係一天一食肝肉 ，OK， 還有其他咧？其他你就抵抗力冇乜抵抗力啦，係你咩好？打針啊，打咩針？荷爾蒙，點喎？又要打荷爾蒙，打咗梗係男人超過50歲，荷爾蒙都冇晒嘛，冇晒，麥個年都跌咗來咯，一二公都跌咗來，一眼胎跌咗來，又會八字跌咗來，又會跌咗來，麥個年一鏡都跌咗來，咧，看到冇？看到冇？黑卵藏個在，啊！一呢個跌落來，係嗰條要跌落來，真係跌落來。做緊1-2年有度咧，冇荷爾蒙嘛，冇荷爾蒙要跌咯，尤其是啲性色呢人厲害，吹落啊嘛，有嘛？你看葉子美見啦，唔看跌啦，真係唔看跌咧，葉子美係波巴嚟啊嘛，你講嘛？啲重量啊！睇過佢重量，佢擺喺手嗰時啊，一搏一大十，一搏一兩粒攤出嚟，又得落重量範圍，重嗰條啊，見啦，一搏嚟，倒落嚟，冇事。他們怎樣？他們歌台會
当然会回来的，回来人就饿死咯，阎王。我知道哥才会回来，林天佑不是王金佑，王金佑也马老朋友赵志安，就阿毛，哎，莫講咗阿毛上學記，哎，忘記講阿朋友關心怡，滾得了沒了，杭茶文18年，有沒有寫個劇本呢？黑人唱，今晚不是沒有唱歌，講不要唱了，沒有歌唱。我剛才講的版權很重要的東西，大家都不知道。唱啥啥？落地有喜歌，就是唔是唱飲茶，最快就係免人歡喜噶。評估親戚嘅小販的公益飲咁話蘇沙，油炸龜含煎餅也蘇沙。看到你隱隱一點，我飲醉係嗰時，打到傾的人。江多打斗啊！我每一次生日我就拿一本，那时候大陆 King 在91年那个公主屋那边宜兰盛会，大陆 King 整个人 steady 的胡子，大陆我要做生日宴会，好啊，很好啊，很好。多少钱一做啊？我讲有5000、3000、2000，这样啊 ？OK， 拿3000来，因为阿妈给标东西了，你带完你可以带7、8千 ，OK， 马上 cash 3000，大陆 King 我永远记得你第一个 support 我的大陆 King， 还有第二个。现在是大陆势力了，用咩林德榮咩林謝德榮，哎，大陸勢力強，演技冇看到嘅，大陸勢力強，好。學校啲都嗌痛苦，啲後生嗌，哎呀，嗌老人出嚟唱歌，係啊，大多數嗌為咗做生意，得啦，你講啊，得啦，support 完，係講5000喎，兩會台，哇，一下就講兩會台，而講啊，我大多數，一大人發達，兩會台冇上岸。有人做生意，為後面做事業，或者拿一個保險，有個保險係違建送俾我總嘅保險，我都冇用啦，對吧？我來標啦，係咪呀 ？OK， 3000，忙我出省啊喂，梗係啦，集都兼我嚟做嘅。咩嘅冇問題，我咩 support？ 達到是呢個，收個6000，1、2、3成交。我跟你講，一散場，而拿16,000 cash 俾佢，達到是呢謝德榮，睇到我記得我咁甘潛佢。来修改恩惠太多了，不能够一直用人家的，不可以。除非他还有打电话，赵哥兩邊咯，你冇打電話邊個？接住我是講真的，那都是你謝德榮，唔係林德榮，林德榮係另外一個嚟嘅，呢個係謝德榮。佢有幾年咧，佢 sponsor 盂蘭盛會。沙登、冇問題，勞力村鄧家園冇問題。如果少女啊，盂蘭盛會，後來咧，慢慢都冇咯，熟，慢慢熟，可能
可憐迄，唔知道啦。有時起，有時落，好運歹運，總嘛愛照起工來行。余溫lau迄賣完咧，余溫lau關羽，喂，咩嘛哦？幾十年，誒唔咩喎？咩幾十年冇見啊，大佬！你仲記得嗎？一個朋友叫做細蚊仔，嗰個細蚊仔我好多啊，大佬。阿姐，細蚊仔邊個嚟嘅？余溫lau嗱，今晚人哋識翻啲老朋友都幾好嘅，唔使唱歌，係嘛？對人老識，哎。叮叮樣，做人就要人老心不老。你整身老，連心都老了，你還有什麼用？還有什麼追求？啊？我們現在人老心不老是對的嗎？一早上，哇，飲茶啦喂，啊，中午喂一飯啦喂，啊，睇下電視，啊，睇下靚女，一睇靚女咧，人就後生，因為周星馳話一睇靚女。嗰個中區神經就會一落到心臟，落心臟咧，哇！個大腦就知道哇，好興奮啦！你個男人好興奮，哇！好高興為後生啦，後生咪靚仔，一落神經線嘅一落一透到你細佬嗰度，你細佬就慢慢啊，咁證明你唔要老，係咪？你成日話冇睇女人，冇睇女仔啊！好多人話誒。你看女人是看哪裡？佢點講啊？我看我老婆在哪裡？驚老婆，驚老婆發達，你知冇？我就係唔驚老婆，所以唔會發達咯。OK， 大家抄下啊，都似啲謝德榮，大家都似啲謝德榮喺邊度？你哎呀睇唔落，大家都傾。哎，大陆 K 你還沒有睡，大陸 K 我們1年多沒有，不止啊，2年。我前是今年沒有做。大陸 K 啊 ，I miss you。哎，大陸 K 我的銀行戶口你記得嗎？3089289327，趕快錄起來，3089289327。Send advance，我明年做生日，76歲。你買一座3000的 ，OK？ advance 啊，哈哈哈哈！掌聲鼓勵。如果你們不做，我陪你到12點。但是我想要小便，知道嗎？當你有小便的人走完了，大陸 King， 哈哈哈！大陸 King， 我的戶口3089289327 Public Bank， 鍾少利。你不要笑是 support 我咯 ，send up 啊汪，哎呀，哦，剛才我講到那doctor講，你除開衰老，前列腺好力有問題，做該你都要做，你唔好講嘢潤啊，冇辦法 ，doctor， 我每擺做標東西啊，8點我腰毛。一路就衝過9點飆到11點半，一路飲酒，谷悶嗎？我去飆，我去歐陽忙個綁笑，咩啊？要啦，阿輝竟係10幾年，睇你阿輝唔叫烈嘛？我唔同喎，喂，沙青高我，沙青我，不係可射了，阿輝係歐陽啊，亦都隻阿麥。3800有冇啊？有冇多過3800？有冇多過3800？有冇3800？有冇？整後嘢啦，人都照晒。所以款錢款貨，做緊係飆到少3000，係嘛？唔同啊，價錢飆落去事都翻生啊！啊，千差一關1000件啊，有隻假貨飆卡斯不啫，放上去。好啦，底價1000，轉咗喎，1200、1500，一罐卡斯飆差唔多4800。而講，睇你阿廖對象
大家兄弟 support 的啦，对吧？一个不要就给我钱，一小的100億阿萬你買係個便宜，係個便宜，睇我98球啫。前列腺很重要的，什麼叫前列腺？結果你昂腰昂斷槍，我又想我9點到現在啊，我忍。嗱，而家我知道啦，呢個兩手好細間嘅啫，個門喺後邊。我買一個痰筒，急嗰陣時，其實我屙尿都冇人知嘅，你知冇？你睇下，我只係當我跳舞啫。但昂一望嘅第一件呢，你唔相信？睇我嚟一陣，而可能係下位嘛，看唔到啦。其實係冇做大夫啊，係咪？出嚟 hot band 出嚟啊！嚟咗上啦，放下痰筒在下背，起來，然之後我起都起啊，有起 ，OK 咩 ？Thank you， 為強處一橋差，收個月之前咧拍片我對眼嘅一照係看唔到，晚上好。Winnie Wong，OK 啦，差唔多啦，2個半鐘頭。我真係感激你哋1200幾個人唔可以瞓覺，喺度聽我吹水啊！李德強，幾時印隻 T 恤俾我？而家有幾十年嘅衫咧抽出嚟作 ，OK， 係多兩樣作也傾，而同我一齊，好 OK 啊！睇睇嘢點解呼血冇？300叫200叫3次，嗱乜一兩橋啊，依我得啦，見得太計唔知寫咩啊？啊 ，OK 啊，好。查查唔好嚴守照，相見的好朋友，最怕那蒼落行地冒煙來叫。查查的唔好飲啤酒，相見的老朋友，來線的又愛吊笑的溫葉加古流。走走走走的走啊走，走到那9月9，外面沒有自由，沒有問候。走走的走走走啊走，走到那9月9，家中才有自由，真可憐啊！第個亮，第個左，第個無，自然就第個破。曾國亮。我的好兄弟，我看着他，我看着他，这偶然街友来的，他整家人对音乐都不错。他爸爸 Ringo saxophone， 曾国亮在南方做应该做制作人啊，所以我不能够进南方做制作，就登曾国亮在里面，一山不能藏一虎。其實不是啦，是我不要去做了啊！除非是廣東歌，他不會做。誒，劉君儀頭一張入去啊，係我做噶啦，幾好賣啊！劉君儀，情花開燦爛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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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情燈燈噔噔噔噔噔。情花開啊，好奇怪喎！呢個情花開啦，好似兩首歌入邊喎，一唱到中間嗰隻，噔噔噔噔，冇人知道係我知。螞蟻亦要揾嘢食，唔做事啊確係冇益。細個就要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自食其力，情花開都開燦爛。係咪啲歌係咪翻嚟幾個音啫嘛？哆來咪發西哆，哆來咪發嗦啦西哆。呢啲唐人仲衰啊，五音啊，長空傾空強五音。做咩嚟講五音不全咧？即係講啲唱大曲五音不全。
我哋就道理咪發數咧，知道啊？疑彎撈幾時仲？快啲冇走！幾時話？唉，真係你眼鏡真唔掂。Right， 叫我前日冇上個皮膚亮亮嘅來，前年眼都看到嘅啊！版權，你說版權咯，就好咯。很多人還在做的，還在一直唱的爽啊爽，然後什麼流行歌唱啊，我不知道啦。改天做我來做你助理，不要這樣講，有福同享，有難我一個人當。我跟你講，我不會害你的，你做我助理，我沒我關係，你快啲走，我一個人咩？我人係咁嘅，啊！我唔會話拉你落水唔會。加啲茶粒藥，啤酒倒落個 keypad 嗰度點樣好咧？你話？所以我弟弟講，錄音室裡面不可以有吃東西、喝水，什麼哪怕都不可以。你還喝酒，你要倒到你 keypad 那邊，唔使驚。阿叔有 tissue， 少少啫。呢個 keypad 好平啊嘛，幾十蚊啊，買20-30蚊買隻 keypad， 聽日換咗去。唔係喎，阿平叔講，你曬乾氣係可以用噶。你話魷魚咩？曬乾鹹魚頭咩？點解要做棟篤笑？棟篤笑個觀眾可以互動啊嘛。聽咗又會成喎啊！有時候唱下歌，12點嚟啦，仲有1100幾個，呢啲夜鬼啊！哦，明白，明白晒。如果佢唔睇我直播啊，佢翻房入瞓覺，一瞓覺就死咯。你話 MC 哦？啊？老哥瞓覺你唔驚啊？啊！你日日食榴蓮貓山王唔驚啊？日日食鮑魚你驚冇？飽唔啊？而狂飽，有時我那些嗱嗱嘅後啊，平靚正，你上一次飽嘅狂啊！對講啊，搞到而乜以為人家飽嘅後先。我同阿輝買咗6罐鮑魚，跟住有一發送咗大半箱鮑魚，真係食到驚啊！鮑魚唔知有益冇益，我唔知啦。哦，燒個崩啊，我唔講我崩啦，係抗眼元素跌到，人哋做直播300，最多去到600做一個鐘，我做3個鐘，我仲有1000幾個嚟睇，佢唔係睇，佢聽我講乜。講埋一年，阿如講話，許冠文最多都係講1個鐘啫，開玩笑。但係我學許冠文學咗好多嘢啊，真係好多。阿強，林阿強，宋平一，你是最好的，加油，加錢啊！我調翻一場啊，阿朱，收過，再加個半個鐘，保你累。而家想當年喺嗰個暗北218，收過幫我搶一場啦，冇講錢啦，我包個大紅包俾你，阿朱冇問題嘅，你幾多就幾多，哈哈！你知嗰晚夜我頭一次喺218，嗰啲人企到馬車路嗰啲工廠啊，摩托跛全部滿到晒。嗰晚夜我掉花掉嘅都掉喺雲掉喺切錢一班款係3500，工錢好像邊係1500，3500，5000，你記得話阿朱記得啊？朱正成記得咧？嗱嗰陣時阿強都唔係你嘅股東嚟嘅。哇！李迪強、黃幹、雕化，喂，50蚊一條龍，雕，幾氣
咩官都俾，乜家連官都裝修年，哇！掉錢幾兩錢佢，你哋強，見他 MCO 工廠冇可以係掉的冇，掉因為掉又係咁掉冇，你哋強而往新聞出來講，嗰晚又遇到一個大毒量沙巴嚟啊，佢好中意唱我歌喎，佢中意唱嗰首咩自由飛翔啊！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噔，首歌係想同佢合唱的嘛？對啦，都冇問題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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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客家藝後唱，一唱晒啊！嗱，阿達都講，就全場嘅花搬上嚟，全部俾張少林，哈哈哈！老媽，哎呀！我也太能你哋強，佢講全場啊，嗰啲擠喺嗰啲架嗰啲，全部搬上嚟，連嗰啲架都俾埋我，你話係咪好有人緣？哦，所以要稱呼人多，冇得罪人多啊！嗰晚我真係好高興，一世人我又冇着裙，又唔係佢，又冇波又冇攞。佢偏偏佢中意我，佢中意我嗰首歌啊！全是藝呀唱客家嘅能量，客家叫黃燈燈咩燈燈燈藝呀唱，粵語個歌叫那唱喺度分享，大家也相撞。呢啲強音同啊，呢劇咯，客家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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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條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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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條線又一朵花，一條線又一串花，一條線又隻皇冠，一條線冚唪唥上來，掉我2000元。哎呀，你得強，所以做到我這樣啊，多姿多彩。很多有錢人像我這樣多姿多彩嗎？沒有的，一有錢就驚死，病咗有扛。現在韓國死啊 ，COVID-19 來啊。話知你咩單詞呢啊？照樣揾你，所以你好自為之，大家出門戴口罩，唔好怕醜，翻屋企去洗手，哦！呢啲係我真心説話，我唔想我睇到我朋友，佢有一闖啊，佢中咗，中咗啊！投標啊，2標唔係，3標唔係，入圍唔係，中咗 COVID-19啊！仆一屆後春茅啊！睇你係剪咗要就平要啊，爭天黐啊，兄弟，唔知出來茅，因為打電話俾佢咩？係茅打電話俾佢，咁啲客，如果出來咯，可能佢先會白骨地買個裝，但都是你買個裝，可能佢剪咧先會白骨地啊，後年要後包啊，將買個裝喺度綁幾萬元、幾千萬元。對吧？我啲感覺係相中咯，都 OK。Lisa 裝而啱冇 ？Lisa 而家冇？救人啊，替人解決奇難雜症，好瘦啊，好瘦有眼用噶啦。做咗12條，做30種條，哇！之類，對，客家人。我記得寫信也冇作夫嘛，我喊佢戇我很記得我小時候，你我們加油，梗係加油啦！冇照我啦，試過喺度收，所以做人啊，一定要看得開心，不開心也一天，開心也一天，但不能天天開心。那麼你聽我看直播，這是最近1000多個人喺這大肆飲酒啊！你看，譚順，不是譚順成是嗎？我跟你講，我在利豐那邊製作一個歌星叫譚順成，他是古來的人來的，他唱歌是平平，但是很多人喜歡他哦。他唱歌很容易學的哦，你知道譚順成出名了什麼歌？我夢裡有一朵小花，
是水仙，水仙，水仙是好像是以前伊达写的歌，罗文也来唱，给谭顺成唱红了。谭顺成在昆仑，后来呢就转去立丰，他一进立丰呢，我在里面，我做制作人，现在，他真的好到完全没有歌星的价值了。甚至我要回家想，我嚟跟你轉戲，冇地方說，冇問題嚟跟你轉戲，要梗係轉戲喎。譚先生要同佢就死當謝謝了啦，太啊，在古來啊，喊咗阿達，兩隻嘢梗係做啲不羈不然碌，好卡，謝謝間咯，因為太和啊，係一揼出來啊嘛，我都有收過，所以煩不爽。一隻阿達咧，摔咗爛路椅。谭顺成，好好先生，真的好好先生。现在歌坛还有几个好好先生？有，我算到一个手不到5个。庄学忠、唐尼，还有谁我不知道了。江伦也算好好先生啊。他每一次出来带一个老婆，我就问他：“江伦，你还是这个老婆啊？”给他骂。少哥，你怎么这样讲我？我讲我换了几个了。好好先生，算得到歌坛，全部都抽烟喝酒嫖賭飲吹上雲頂做借阿龍，我知道的谭顺成，去Bangkok唱歌，认识一个钻石大王的女儿，哇，开玩笑！有一年他带来吉隆坡，介绍给我，哇，真的耳朵钻石，那个颈钻石链，手钻石戒指，真的，所以谭顺成大喜的嘛，就赶紧去Bangkok，不要唱歌，结婚去Bangkok曼谷，而且他这个老婆，他的家族是开那个鸡杂头啊，神料店的，赚得不清不楚。可能他回来了都没有找我。谭顺成，记得啊，谭顺成，我姓谭的朋友没有几个了。以前有一场有个叫譚青做戲，唔知死咗未？差唔多幾多年啦，70幾年，由藝場40幾年，唔死都半條命啦。譚青、谭顺成、谭还有什么谭我不知道，Miss 他们立峰也是姓谭的，谭什么不知道忘记了。还有一个三打根，那时候是一个首长，譚一賢。我跟你讲，我慢慢讲沙巴事情。沙巴以前首长永德利、三打根、譚一賢、谭业成，很年轻，又很喜欢听我唱歌。他曾经出一个谜语给我，我跟你讲啊，他是首长那时候三打根哦，是不是州长什么长我不知道了啊？那时候他是进步党的人，很红，进步党那时候 SAPP。稍后出的谜语俾你猜下子，我忘了你那个李ที่3尺高，我明天给你知道。这个笑话我猜了很久啊，跳3尺高，大概。最後呢，俾人踩到啊！不見牛羊來食草，只見和尚來射條。我想一下還有朋友三打根啊！灣門池，係啊！個離地3尺高。雨梯，算了，
条通啊讲到，明天我再讲其他东西。那阿文呢，万文呢，一言惊醒梦中呢，少讲话屌你讲嚟講去，你冇對講啊，而慢慢上下嘢講沙巴東西啊，沙巴乜嘅東西啊，散打鏡啊，吊符啊，如果有理由喎，好多人講冇去過啊嘛，散打鏡啊，吊符啊，沙巴用啲啲做手裝嗰時啊，係差唔多用真一起拜太閒嘅時候呢，扎禮拜都過去，用啲啲嘛，手掌啊。手掌啊，慢慢條髮咧，慢慢扶視啊，細般，哇，蟲都有會啊，所以係小小個句，前沙巴少壯，打都係用啲啲，記得講條萬面嘅事，幾毛掹嚟，佢覺得好啲，收工寫得好，愛支持好流行啊！在沙巴好流行啊，牛港田馬式谷，馬式抄牛港田用德利，很好流行啊！這是啊，知嘛？用德利嘛，楊德利，牛港田馬式谷，用德利，點有樓啊？太寫都講啊，有啲乜呢條講，12條啊，小當佢。看你铃噔噔噔，你是哪？我们的偶像，你是啊？我係你的偶像，我係要。算啦，睇個做朋友，佢先好，客家人、自家人，我係戰中嘅客家人。勤勞後要重建，前方路艱苦要浪頭，唔驚一家人去拼。我不管生在哪裡，我是客家人。忙死的，你冇講，忙死的，忙死的。係運線事啊！把再點有事同你講啊，你冇你啊？唔知啦，冇啦，算啦 ，OK， 接幾條。放鹽角嚟攤啊，唔可以戳啊，放鹽角跌冇，應該跌啊嘛，放鹽角啊，放鹽角啊 ，OK， 17嗰條，放鹽角攤。無言假流流。事實上，你係 cut 嘅，太啱我啦。事實上啊，拜拜。有錢沒有錢都要吃榴蓮，紅毛丹山竹也很甜。鹿骨狼殺，有荔枝龍眼，真奇怪，家往來要放鹽。Good night， 明晚上，好，關掉它了，等一下版權來。謝謝大家，今晚上怕死無招，還有1000多個人，1018就係咯，哎呀，因為對講啊，我查牌1108嘛，係都冇爆屍哦，可以3標。好了，太搞多謝，明晚沒有見。我看後晚啊，我在 Facebook 會出現我的廣告，呼籲你們進來。好，意思說你要休息是為了要走更遠的路，想多點 Q 銷量，唱多點沒有版權的歌，好吧？哥哥趕快去睡。當然啦，我老婆都睡了，我還不睡咩？如果臭香糖係用得跳嘅樣，太搞帥啊！多唱嘢啲，9到10還有988最好聽，988。如果大家有意見啊，給點我 idea 哦，在 Facebook 那邊也可以，在哪裡可以
要打電話俾我哋，全世界都通晒我電話0193387076，不要出醜啊，係咯，你冇唔好出醜啦，啱啦，好啊，多謝大家 ，good night，謝謝你們支持，有你們，我才有能夠頂到3個小時，我下來要頂3年。做我3年，有我3年，这一回见面有几天？我很快看到我们了。好了 ，Thank you 大家 ，Thank you， 多谢你 ，I love you。关机。哎，没有。